高雄小港沿海一路今年5月有人乌白亚钉仔害人搞着，最近林园的沿海2路到沿海4路嘛出现同款的情形，真实是同一个嫌犯。目前警察已经把人抓起来啊，建议检察官要预防性羁押。你下车吧。警方第7捌伫高雄小港区乱野铁钉仔，互查到10多人，发现伊骑车来到林园区沿海路。 敢若对右后壁摕物件压伫路的，于是赶紧来甲伊查看卖，结果发现伊随身所在塑胶杯仔内底拢是铁钉仔。于林园区10号3路、文贤南路与沿海路3段路口，均发现陈显有明确撒印的犯行，随即将其拦下。警方讲，警察修正过程，即摆只看到对方也铁钉仔，依照现行犯甲人抓起来，因为这10多人真正互林园区沿海路民众头壳真疼。 民众家只1礼拜来捡到铁钉仔倒出来，未少拢已经生鲜啦。是民众沿林园区沿海路行的时阵，沿路所捡到的。我就拢甲你个，拢甲摕，安尼看到底要捡偌济啊？就惊人无小心受伤，热心民众即摆有看到就甲捡起来，也有附近的店头，家己用吸招斗3工回收铁钉仔，不过也是未少人去杀掉。规条路拢是呢，规沿海路、山边拢有呢，伊拢有压呢。啊，若是有钱有钉啊，恁就吸得到。那边好多。 今年5月，这10多人就捌伫高雄小港区沿路乱野铁钉仔，互抓到。即摆看区到林园区犯案，警方依照涉嫌刑法、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，甲人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，也建请检察官甲伊预防性羁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